而習近平上台之後呢，佢徹底否定呢一點，佢認為中國可以同美國匹敵，就係基於佢嗰種認知，佢嗰種蠻幹，咁令到呢美國亦都奈佢唔好啊！你見到習近平上台咁耐，一個政治犯都未放過嘅，從來冇保外就呢回事。劉曉波都要佢死喺獄中。不過劉曉波唔關佢事，實際上劉曉波呢係胡錦濤嘅事。胡錦濤年代已經少噶啦，已經減少噶啦。好啦，胡錦濤減少，唔係喎，胡錦濤年代係唔俾佢攞諾貝爾獎啫喎，死呢好似喺習近平任內嘅喎。所以係喺習近平任內啊，所以你見到啦，佢哋係運到你死為止，係基於習近平啊對美國嗰種無知喎，反而係因為對敵人嘅無知，覺得敵人係流嘅，屌你老味，攞支假槍嚟威脅我跟住人哋砰一槍之後，真㗎，直情呆撚咗，好耐都唔識反應。呢個呢，而家就係習近平嘅處境。